喺香港生活，樣樣嘢都唔平，尤其係醫療開支，好多藥物咧政府都未必資助，甚至連撒瑪利亞基金同埋關愛基金都未必可以幫到手。今日要講嘅係保良局醫療資助基金，咁佢主要係幫一啲接受緊政府醫療服務嘅病人，特別佢哋需要藥物啦、醫療器材或者輔助用品，咁但係咧又未能受惠於撒瑪利亞基金啦同埋關愛基金嘅病人嘅。通常一啲比較新啲嘅藥物，政府同埋一啲基金咧都未必咧可以資助嘅。例如啦，針對骨質疏鬆嘅骨針咧，講緊都要幾千蚊至過萬蚊一針不等。咁而一啲新型嘅癌症藥物咧，咁閒閒地咧都講緊係過萬蚊。咁呢個時候咧，保良局嘅醫療援助基金咧就可以幫到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啦。咁申請資格咧，首先一定要係香港永久性居民，第二就係需要接受緊公立醫院嘅醫療服務。咁咧，申請人都需要提交咧醫療文件咧去證明嘅。第三咧，申請人咧需要符合預設家庭嘅入息，咁而個入息咧就需要參考返家庭入息中位數加5% 去計算。而個資產限額咧，就以翻個申請資助嘅3倍咧去到做參考嘅。假設用二人家庭做個簡單嘅例子啦，二人家庭嘅參考家庭入息中位數咧係2萬蚊，咁加5% 嘅話咧就係21000蚊。咁即係咧二人家庭咧每個月嘅入息咧就唔可以多過21000蚊。咁而個申請人想申請嘅資助額係最高6萬蚊嘅話咧，咁而按翻資產限額乘以3倍，咁即係咧二人嘅資產咧就唔可以多過18萬。咁咧符合晒呢兩個要求嘅話咧，就可以咧去嘗試去申請呢個計劃。咁但係咧最後申唔申請得到呢個基金咧，都要由翻保良局咧做翻最後嘅決定權。呢個基金咧可以援助到嘅範圍咧，就包括個病人喺公立醫院接受服務期間需要自費購買嘅藥物、儀器或者深層嘅檢查。咁而呢一啲嘅自費項目，亦都未能受惠於撒瑪利亞基金或者關愛基金。咁佢個援助金額咧，就需要個別睇翻申請人嘅情況啦。咁上限最多咧就係6萬蚊。咁而每個申請人呢，一年裏邊呢，只可以申請一次。計劃必須要由翻保良局轄下嘅社工、社會福利署或者係社署資助嘅機構、醫管局嘅醫務社工或者係公益金受惠機構嘅註冊社工去到做轉介嘅。咁今日嘅片呢，就去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醫療福利嘅援助，都記得咧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如果覺得我今日嘅資訊咧都好實用嘅話咧，咁記得咧分享俾你嘅朋友知道啦，同埋俾個 like 去支持我。咁如果大家咧都想知道更加多相關嘅福利資訊咧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你哋想知道啲乜嘢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